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祝贺拉脱维亚新任总统林克维奇；达赖喇嘛尊者接见新德里西藏之家纳兰妥硕士文凭课程数百名毕业生；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奥里萨邦火车相撞事件。中国与国际政治变局，希望与挑战研讨会在达兰萨拉召开。司政边巴次人不顾中国反对，将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西藏领导人在德里会见世界各国外交官。藏人代表参加6·4天安门事件34周年纪念活动。捷克参议院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对西藏的压迫和同化政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6月1号致函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埃德加斯·林克维奇，祝贺他当选为拉脱维亚新一任总统。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回顾了他对拉脱维亚的访问，并赞扬了拉脱维亚及其邻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非暴力、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尊者祝愿新任总统在实现拉脱维亚人民的愿景和期望方面取得圆满成功。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6月2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接见了来自新德里西藏之家纳兰陀硕士文凭课程的500多名学生、毕业生和教职人员。尊者在发表讲话时强调，源自古印度纳兰陀传承的精髓不是仪式和祈祷，而是能够改造心灵。尊者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纳兰陀传承是以理性和逻辑为基础，所以人们才能够在世俗道德的背景下为世界的福祉做出一些贡献。目前有来自98个国家的4000多名学生在新德里的西藏之家开设的课程中注册。另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6月3号上午致函印度奥利萨邦首席部长纳文帕特奈克，在对该邦巴拉索尔地区发生的火车相撞事件中的遇难者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慰问函中对所有受此灾难影响的人们表达哀悼和祈祷，并指示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为这起事件的医疗和救援工作捐款。与此同时，为纪念佛陀诞辰、成佛、涅槃之殊胜之日，达赖喇嘛尊者于藏历4月15日萨格达瓦15号即公历6月4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各方信众开示了由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和发心仪轨。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主题为中国与国际政治的变局，希望与挑战研讨会于6月8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司政会议大厅开幕。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邀请了50多名台湾与中国民运、东突厥斯丹、南蒙古、香港以及西藏等来自不同组织的领导人、学者和活动家参加。司政边巴次人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呼吁在中共统治下遭受压迫的人民共同努力，促使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跨国镇压和对全球的霸权。来自西藏、东突厥斯丹、南蒙古、台湾、香港和中国民运的代表，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就中共对其统治下的少数族群的压迫和残暴统治，以及在美中贸易战、俄乌战争及台海情势复杂化的情势下，国际社会中民主政体与专制政权之间的激烈竞争和重组，而在中国政府所谓的100年未遇的大变局等情势下，西藏、东突厥斯丹、
南蒙古、台湾和香港等的各族群的自由运动的机遇和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相关共识。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代表伽马森格近日表示，尽管中国政府向澳大利亚施加压力，但司政边巴次仁原定于6月20号在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的演讲活动将按原计划进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于近日要求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撤销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原定于6月20号在该俱乐部的演讲活动。此举在澳大利亚各大媒体引起轰动。代表伽马森格还强调，澳大利亚是一个民主国家，将坚决维护其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中国大使馆的反对并不会破坏司政的预定访问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将于6月14号至25号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期间将拜访上述两国的政要和议员，支持西藏团体和华人朋友，并参访当地的藏人社区，以及与藏人青年进行交流。6月20号，司政应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的邀请，将发表解决藏中冲突和确保地区和平为题的演讲。此外，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噶夏与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于6月7号至9号在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3天的联合宣传活动期间，先后拜会了美国、捷克共和国、立陶宛和台湾等17个国家的驻印大使和副大使，并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代表团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和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率领，成员包括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指出，此次由行政部门和议会联合展开的宣传活动，在与世界各国驻印度的高级外交官进行会面，在争取各国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各国驻印度大使们也赞扬了流亡藏人的努力，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解决藏中冲突。与此同时，在上周日6月4号6·4天安门事件34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驻北美和澳洲的华人联络官与中国民运人士和支持者一道参加了相关的纪念活动，表达西藏人民对6·4事件中遇难者的悼念和缅怀。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与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和法轮功组织的成员和代表们受邀出席了民族中国阵线日本支部在东京文东区市民会馆举行的勿忘天安门大屠杀6·4天安门事件34周年抗议集会。代表阿若亚博士在集会上致辞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自由和民主运动，并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对其统治下的少数族群实施镇压政策。当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在西宁市政厅前组织了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4周年纪念集会。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在致辞时回顾了1989年在拉萨爆发的和平抗议活动，以及数百名藏人遭中共屠杀的往事。当天，达瓦桑姆还参加了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举办的题为“从89民主运动到香港时代革命和白纸运动”的研讨会。与此同时，坐落于纽约曼哈顿市区的6·4纪念馆于6月2号在筹备2年多后正式开幕。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主办方，表达祝贺及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出席活动，并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书面致辞。尊者在贺函中希望6·4纪念馆向世界传递一个充满活力、自由和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同时缅怀了34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遇难的学生和普通民众。
另外，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还于6月4号当天，在美国洛杉矶的自由雕塑公园出席了雕塑家陈伟明的最新作品《铁链女》雕塑落成典礼。次成嘉措在致辞时声援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同时强调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压迫政策，以及不断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多名中国民运人士及支持者，以及当地官员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出席了落成仪式。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捷克共和国参议院于5月30号通过了由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人权和请愿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决议，对中国政府干涉西藏的宗教自由和强行同化西藏儿童的相关政策表达严重关切。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感谢捷克参议院委员会，特别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捷克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普雷米斯拉巴斯提交的提案。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